台北发生随机杀人的案件，警方即马已经透过监视器的画面理清楚犯案的过程。印度举办警卫队的考试，超过8000人报名，因为人伤济，所以就用机场来做考试的地点。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头起先来关心台北随机杀人的案件，即马是有上新的调查结果。警方除了透过监视器的画面理清楚这犯案的过程，嘛查出这嫌犯的口座无奇怪交易记录。也这场规划1年半的攻击，背后的动机到底是啥物呢？佫需要进一步查明。前号码底无法张文入去台北集运时阵，头买互监视器翕照面正细致。台北市警方侦办张文的台北积分随机杀人案件，历历说明上新的侦办进度。经过监视器画面分析，甲离场顶落的查访，发现19张文放火了，烫画图变装。前号码入去台北积分，搁在烫号码将建设假发案，尾个前画图加烫画图其成品攻击，变成几多遍。伊刷顶当时阵拢是骑奥多拜加 U bike 2种交通工具移动犯案。伫台北积分等17粒烟雾弹加3粒汽油弹，造成4死11伤。本案的困难之处是在犯嫌他已经预先勘察地形熟悉的路线，快速翻案之后逃逸，变装还有更换交通工具，拖延我们的调查。张文自2004年4月到犯案进前，买防毒面大、烟雾弹、汽油桶等犯案工具，用1年半时间规划犯案。伫金钱方面，伊主要用邮局的口座，大部分拢是摕来纳厝税。除了因老母每一个月汇钱以外，无其他钱入来，其他也管会查。我们是从17点25分到18点38分，一共是花了73分钟来做确认，那后续就启动围捕。这件案件发生了，到即马已经累计超过20件伫网络顶的恐吓大文，讲要伫咧大众运输系统犯案。就大文讲，22下昼1点半，要伫集运系统引爆炸弹，警方唔敢代志，加强8节、中节加高节的戒备，也加强连接车站的审查。他注册时候的 IP 在尼泊尔，然后在昨天大量发送说要炸北捷的这个讯息是在柬埔寨。代替工会希望政府建立代替人员的紧急应变 SOP， 也强化保全人员的能力。我们对于保全的这个需求，行政院在这个部分所说的加强安保措施，是能够拿出具体的作为的，而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会派员警去巡逻，就这么简单而已。实施像他这种样子还是要有一个人格的偏差。才是他一个基础，模仿只是暂时性的，只是在放空气发泄一下对社会的一些乱象的一种感想啊。犯罪预防的学者分析，若发生大家注意的重大刑案，做落来2礼拜是模仿犯出现的高风险期，因受到示范效应的影响，伫网络顶发言恐吓社会大众，想要得到注意，所以要提高警觉，也呼吁媒体莫有影响化的报道方式。记者综合报道。这场随机攻击案当中的一位死者吴家昌，伊因为压制嫌犯失去性命。立法院今仔日通过临时提案，表示讲会尊重家属的意愿，按照保养条例交桃园市府来办理入去中烈士的代志。另外一位死者是因为骑机车时咧等红灯去红台，所以无法度用百货公司或者是台北捷运的保险来理赔，结果敢若会使领180万的被害补偿金。对此，台北市长朱文安是讲，会透过3个方向来甲协助。我嘛为他为荣，毋过但是我都无去。即摆希望讲伊会当尽忠烈士我都足欢喜的啦。受了后生伫12月19随机伤人事件，用身躯动刀阻止嫌犯伫台北车站内等汽油弹的计划，伊家抢的妈妈目屎4烂水，表示会慢慢放下，也毋望后生会当亲像台北市长周万安所提议的入中烈士。差不多3岁、4岁的时候，他爸爸都每天带他去中烈士，一起去上班。为了感念伊家抢的义行，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日通过临时提案，尊重家属意愿，依照保养条例由关照等政府一路系统市提报办理。不过外界嘛关心另外一个死者，37岁姓肖骑机车人，当时伫成品南西店外等人顶扣攻击不治死亡。受害时阵人无伫台北捷运，嘛无伫百货内，理赔武术安怎计算？大概基本上3个方向一个是犯罪被害者保护协会相关的补偿，
另外，对于保险理赔以及相关的抚恤，所以社会局这边都会会诊。那我们也陆陆续续接到了许多捐款，我们一定会用在照顾这一次不幸的伤亡者身上。面对特别高的跨年活动，蒋万安除了要求警察局捷运公司增加警力保全，12月2日也会伫捷运市府站、市府转运站进行高强度的演练。我们每一个车站的询问处，我们都有给站务员有配备，包括盾牌和长棍。这是本来就是郑捷事件之后我们就有准备的。我们有一些是精英保全，精英保全就有准备这个，除了防狼喷雾以及警棍以外，还有这个那个叫电击棒。跨年活动迄天，因为挖近主会场的大巨蛋同时有艺人的演唱会，台北市政府表示，维安部署包括会设路障，加派特勤小组、防暴犬、防暴车等，整体周边场检也拢会全面警戒。台北捷运董事长嘛讲，迄天主要的车站保全人力拢会加派将近1倍，确保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中国3不5时就使军舰来台海掠梭，这回伫咧恒春外海是去撞到美国的军机，佮想要甲人赶走，结果踢到铁板，互美国抢倒来讲伫咧台海有航行自由，是合法的军事行动。强机男一直绕台17几天到18透早，国防部查到40台强机，8只强舰侵扰。军事专业记录18反正1点外，有一只伫恒春外海停留的强舰，想要广播赶走附近的美国军机，不过美军硬讲，伫台海有航行自由的权利。 Chinese naval warship 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ircraft conducting lawful military activities in international airspace. 之前国防部公布中国第3只航母福建号窜过台海的监控相，部长郭立雄当时表示，判定福建号要登去上海造船厂进行发解。不过，香港南华早报甲新加坡联合早报采用社群媒体流传的卫星影像指出，福建号甲辽宁号航母当做伙停伫青岛军港，即阵可能伫沿海展开相航蓝编队演练。如果说是辽宁号跟福建号演习的话，它势必要跨出第一岛链。 针对日本警告的这意味会更强的。学者认为，这项双航蓝演练是不是跨过伫岛链进入西太平洋是观察的重点。尤其中日关系紧张，相关行动象征日本的意思真重。不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讲，我认为首相高市早苗必须撤回台海议题发言。 難しいというよりも撤回する必要がないと思ってます。當時甲高市早苗關係正好嘅自民黨代理幹事長邱生田光一帶團訪台會見賴總統，雙方攏強調希望台日關係繼續加強。相信未來日本將對台海及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做出更多的貢獻。我衷心期盼台灣和日本持續深化合作，共同努力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度。 太平洋的願景。台灣は日本にとって基本的価値を共有し、緊密な経済関係と人的往來を有する極めて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であり、大切な友人です。現在日台関係は史上最良と言われています。こうした交流の機会をさらに増やしていくことが。 日台関係を一層後押し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す。因為日本國會會期結束，包括參議員龍坡宏文也甲捌擔任法務大臣的眾議員林木新友也攏分別組團來訪。所來日本調野會有將近30位國會議員陸續訪台。公視新聞採訪報道。 年票年的政府為着打造智慧城市，伫咧首都增加幾若台監視設備，會當講是行到多位攏看有。不過，這些設備主要攏是中國的廠商做的，這嘛互流亡佇遮的西藏居民感受到真大壓力。 伫加德滿都的博達哈大佛塔，大佛的目睭看到下凱眾生、金泰富軍、道路邊巷仔底，攏採滿嗰個清代對中國來的監視點樣鏡頭，互富軍西藏人社區的民眾心內攏驚驚。These things are scary because the cameras are look same as the Lhasa cameras, you know. 今年尼泊爾政府對加德滿都的監視器系統做大規模技術升級。 主要是要建造智慧城市，保障交通加公共安全。不過已經出現所謂違反監控核心加抗疫人士的隱憂。
一寡监视器加云端系统，最后拢是中国的大华加海港威慑两间大厂制作供应。中国企业亲像华为、中兴，也伫尼泊尔快速扩张，自城市到边境的山顶，监控设施四围拢有。海外西藏人就算已经流亡，依然感受到正大压力。Chinese pressure ले तिम्रो त्यो Tibetan settlement गएर के गर्छ त्यो हाम्रो एन्टी एक्टिभिटिज के गर्छ तपाईँ यो देखाउनु पर्छ देखायो भने फेरि उनीहरूले केही पाउँछ कि ता न्यु जिया त जेगो न्युम्बा जोगुन्दो तनी ngatsula ji wire ka niling kha yor da yin na ngatsula shelo kan jo mo chok cha ta chi chi ngatsula ji shelo ya so na khosun zen jo ga gen这个 dimizere 尼泊尔伫咧经济基础建设一个科技，拢正依靠中国的资金加企业的支持，加北京关系正密切。美联社报道，尼泊尔警方会配合中国的立场，伫西藏恐怖或者是达赖喇嘛生日这款敏感的纪念日前后，控制反华加挺西藏的活动，甚至提前掠人，限制西藏人伫当地行动自由，也有声音。以前每年拢有几落千的西藏人伫尼泊尔要求庇护，不过去年只敢剩个位数。有真侪西藏人怎么也选择要离开？伫咧尼泊尔的西藏人人口已经自2万多人减到剩一半，甚至更较少。公司新闻是会中报道。过来看一个真特别的画面，这是印度东部一个小型的机场，这一排搁一排坐甲真整齐的人，唔是来看风景，嘛唔是来食饭的，因是来参加国家考试的。那为什么考试唔选伫咧教室，选颠倒要选伫咧机场的跑道来做题目呢？这是啥物考试？这就是因为这届考试的名实在是伤侪人来报名。这个考试就是印度志愿警卫队的考试，只要你有初级的小学毕业，你就会使来报名。也虽然一天的薪水是干那台票260块，不过也是有超过8000人要来争取这187个名额。这录取率明明就干那2.3%安尼尔，会当讲是非常非常的低。为虾米也是吸引遮尔侪人，甚至是读甲硕士的人来报名咧？这就显示讲，这印度的少年人面对就业的危机，希望会当找一份稳定的头路以外，嘛会当看出讲，因为印度有严重的种姓制度，所以有真侪人拢是希望会当透过考调公务员的方式来改变因的社会地位。超过8000个找头路的人，甲奥里萨邦这座备用跑道期间满是参加志愿性协助警察组织的地方志愿警卫队的考试，争取辖区内24个警察分局拢总187个名额，录取率大概2.3%。报考的资格上加教育学历是必须爱完成初级小学，也就是5年的学业。不过有真侪报考的人拢是大学毕业。有的甚至是硕士、管理也是技术学历的人，也就是因为考试的人数真多，所以借用这座主要支援小型飞行机，或者是有当时做军事用途、无定期商业航班的机场来做考试的所在。考生90分钟内要完成笔试，过关的人才会使入去体能测验。规个考试过程用无人机专程监考。这场考试反映出印度青年失业危机，技能甲就业机会是倒袂巴。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失业率更较悬，大学毕业生学习理论较侪过实务技能，无法度做制造业，也是科技职位。高学历的人甘愿失业，嘛无要做较低阶的工课，所以会当看到真侪青年参加像地方志愿警卫队这款的公职考试。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印度15至24岁失业率伫2023年是18%。也若私人智库印度经济监测中心数据指出，印度规个失业率疫情之前是干那6%，2024年是8.5%。奥里萨邦地方志愿警卫队是合约制，逐工的津贴大概是台票260块。公司新闻吴文林编译。进前金门有国中老师伫咧出题目的时，内容牵涉到性别争议。今仔日校方是决定要甲改聘，而且4档内袂搁再聘用。因若是针对校园内性平案件的调查人员，有专家是建议讲，主管机关应该爱定期检视态度无适任的人，而且搁爱公告名单。
金门县的金城国中伫这份传说健康教育的课题涉及文理不同、性别争议，学校理理讲，教师评审委员会决议，甲出队的老师改聘，4年袂当聘任制教师。目前该校已经于上个月召开教评会议，将其解聘，而且4年内不得担任教育人员。性别平等教育法已经实施20年，不过校园性别争议依然真多。那金城国中明传大学也问卷涉及性别文书，甲大学院校性别案有涉入的问题。立法院开公听会，针对性别案件有关调查人员专业的领导加态度机制，建议主管机关公告无适任的调查人员，避免学校误警，也个推上会流演习，了解详细的法规。我们的主管机关是不是有定期的去检视我们的人才库？这一些被移除的人有没有公告？然后有没有告知这一个当事人本身？何美伦观察到，无做好保密的人，定定不是处理事件的人，而是后来其他的人。以后修法就会扩大保密原则的适用范围，让教职员工了解保密的义务。其实现在保密义务我们都觉得有点模糊，像是委员跟相关人常游走在灰色地带，有人任意对外谈论案情，造成当事人的2度伤害。那另一方面，也有人可能会用保密当封口令，压制整个当事人跟社会的讨论。参与人员一定受性平法的一个约束。那至于其他的人员，他在面对这种性平案件去做一些不当的传播，当然自然会有个资法跟一些相关民刑事的责任。朱俊江讲，教育部有定期检查调查人员的人才库，3年内爱定期会流训练，5年内爱参加调查，每年检核2遍，若无符合就提掉。因若保密的责任，将会定指引或者是参考资料，向教职员甲学生宣导保密的责任义务，避免触法。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未少民众讲，家己去韩国佚佗时，如 Visa 信用卡刷出现重复欠款的情形，等于是以付2阶钱。金管会表示讲，这是韩国的银行操作订单才会安尼死 ，Visa 已经协助银行去更正。社区摄片也有对车看演唱会，韩国是咱国民众热门旅游地点，也过最近社群上刷传出，几啊位民众欢迎去韩国，摕 Visa 信用卡消费，回国了后检视小单刷出现，同款金额的几啊笔记录，亲像去向中国欠款。因为我其实本身是没有记账习惯的人，所以根本不会去看账单，打开之后去对金额，然后发现有很多数字都一样，打电话给信用卡公司，然后他就说，的确授权码都是一样。民众愈较侪多，一笔韩票47900块的消费，分别伫12月16、17，甚至19互欠款3摆；也有一笔韩票41000的消费，也分别伫12月16甲19互中户欠款。跟那个 Visa 国际组织有做一个初步的了解，缘由是因为韩国有一家收单银行，它最近有那个清算系统有操作失误的情况，所以 Visa 其实现在正在协助这个收单银行再重新执行这个冲销的交易。韩国收单机构的账务调整完成，其实它那个账务就会自动变成是正常的。经过了解，唔但台湾民众受影响，全球几啊间发卡机构的持卡人，拢有中户欠款的情况，那民众几率会当请发卡机构调整。国际发卡组织他们每天要处理的这个笔数大概都是上百万笔、上千万笔，所以他没有办法一一的去知道说，这是错误的交易。为了自己的权益还是要多多去看自己的账单。专家提醒，虽然即摆属于特例，也毋过为着避免信用卡中户户点价入唔着，也是做着不少人事投入，民众也是爱养成核对小单习惯。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东的沙漠露营当兴，毋过伫咧伊拉克是认为讲，干那查甫人会当露营。后来有业者推出家庭露营，即摆是有愈来愈侪女性来参加，打破传统的观念，享受无共款的旅游方式。露营车队驶伫咧看蒙蒙的沙漠林，这是伊拉克南部的萨马厄业者伫咧3冬前引进中东地区流行的沙漠露营，互想要甲工课放咧，走离开城市的人提供休喘的机会。毋过来到这，啥物拢无的沙漠，敢会真无聊咧？看即阵查甫人咧射箭，大家拢真注心，即阵射着红心，大家搁较落痛啊！若想要做较恬静的活动，会当甲好朋友坐落来拍牌，互心情放轻松。伫日头落山的时阵，拍沙坡排球，气氛浪漫搁趣味。
不过业者表示，在地人认为露营是查甫人的专利，所以因拄开始推出家庭露营的概念的时，真侪人无法度接受，生理拢了钱，好佳在有经落来，即马有袂少女性会来参加。طبعا كلش حلو الشعور انه اجي بالصحراء لاول مره ويا اهلي وصديقاتي وعائلتي والكل. طبعا انا كلش كنت اتمنى اجي للصحراء من زمان واول ما سمعت عن مكشات تحمست كلش هوايه. 那到暗时去野火，伫个天气下午休开讲，甲亲戚朋友做伙伫野外享受好料的，互人感觉压力总透白。伊拉克的西部和南部，加叙利亚沙漠相连，沙漠旅游是新的商机。不过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伊拉克有超过70%的农地当咧面对沙漠化的风险。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欧洲太空总署一个33岁工程师，伊虽然是新种者，不过伊完成上太空的梦想啊！美国的航太公司NASA起源为伊打造无障碍的环境，互这位工程师会当坐轮椅上太空，真做是全世界头一位。Astronauts have landed and they have touched down back in West Texas. Welcome home, crew of NS-37. 德州范霍恩发射中心迎接完成太空任务的新谢泼德号成员登来到地面。地面工作人员先伫舱门口铺一沿特殊的铺毯，为着方便这个任务的新上乘客班特豪斯。班特豪斯出现伫舱门口，现场人员热烈的欢迎。33岁班特豪斯是欧洲太空总署太空机械电子工程师。2018年第一张越野车登山意外，伤到两股神经，致使半身不遂，爱靠轮椅代步。身体障碍无限制伊探索宇宙的热情。伫 SpaceX 退休副总裁科尼格斯曼的催潮，贝佐斯纳是起源同意为伊安排太空之旅。科尼格斯曼嘛陪伴飞行，若是费用是无对外公开。新谢泼德号设计时阵，就甲无障碍设施纳入考量，为着互班特豪斯会当安全飞行，即届嘛增设方便轮椅移动的房仔，搁定做特殊的速度，互伊袂惊双骹会当固定伫个微重力的环境。班特豪斯甲外的同行乘客20坐太空舱飞过海平面顶悬100公里，互人讲是卡门线的外太空边界。规任务差不多10分钟，班特豪斯倒来到地面的时阵，看起来真欢喜。I think you should never give up on your dreams, right? But I mean, there's also sometimes just a low probability that it comes true, and I just got very lucky. 新谢泼德号载人次数到即马累积96届，搭载的86个乘客当中，包括行动不方便的视障，也有听障人士，另外还有2个90岁高龄的长者。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的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祝大家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